后来面对这个高中以下学校，延后4天才要来开学。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伊会当体会家长的心情，会全力协助家长来申请到防疫照顾假。另外，这个过年元宵，新北市政府推出着3款这个牛的造型的古仔灯，限量12万份，无摕到的民众嘛当家己上网去印哦。 有伫园囡仔欢欢喜跳舞做卡哇伊的。今年新北市一捆啊推出功夫牛、牛来虎和牛魔王3款造型的古仔灯来广告新北。各市长侯友宜手提限量版的遮天大圣古仔灯，请大家注意。齐天大圣跟我们3只功夫牛、牛来虎、牛魔王。 一起跟新北市过一个元宵快乐的好年。让我吃了你！八戒无尽，保护新北！民政局员工搬新式的戏剧，拍饼摕歌中大件，预计伫咧元宵节前后发12万份，无摕到麦当上市政府网站印。除了摕歌中，还有提醒大家过年出去佚佗，防疫的工作拢要做好。我们新北的各风景区块。 人潮仪表板的管控，如果人潮不会很多，大家认为还可以前往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另外，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学校今年休寒会延长4天，到2月22日才开学，互真侪家长拢反映袂过来。新北市冇对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家长一时没有办法来安置孩童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除了配合中央防疫，买到3工程照顾假，互家长和囡仔都当安心过年。